1985年上市的 Fontographer， 基于 PostScript 語言描述出字的輪廓。This outline of each character can be scaled to any size。因此，在任何尺寸和分辨率下，放大和縮小都不会有損耗。這對於當時的字體設計師而言，是一場偉大的技術革新。柯志堅立即察覺到這項新技術所帶來的可能性。過得好快，其實我話俾你聽係短短嗰幾年嘅啫。其實出街好大嘅衝擊㗎。喂，如果我唔變，我唔跟你呢個系統，我日後跟唔住㗎。呢個係未來一個主流嚟嘅。佢一路都冇反應。你大公司咧，反為好難去改變呢啲嘢。我記得我當年嗰時我係當個部門嘅經理啦。咁薪係7、8千嘅，其實嗰時係高嘅。咁當然啦，嗰時一來可能係仲未成家啦，冇乜顧慮啦，我就買咗呢一套系統，所謂 Mac Plus 呢個 model 翻嚟。我記得好深印象，接近4萬蚊港紙。接下來的一年，柯志堅白天上班，晚上便埋頭造字。其實你唔跟嘅潮流啦，你就俾人淘汰噶啦嘛。但有了工具只是開始的第一步。這款軟件是為西文字量身打造的。當設計師用它來設計中文字時，需要一點點摸索，並且他們面對的將不是26個拉丁字母，而是成千上萬的漢字。嗱，一開始咧，我哋打咗嗰個輪廓個點先啦。咁我一開始慢慢去優化佢啦。但係始終第一步咧係辛苦嘅。2、3千個常用字，柯志堅需要從最簡單的部首輪廓開始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設計。剩餘的其他字雖然有多人協助製作，但柯志堅還需要進一步把關細節。等佢做晒呢啲大量嘅工作咧，咁我就喺呢度去微調，咁啊跟住再打印出嚟啦。所有嘅細節，如果發覺有啲唔符合我哋嗰個美感，我哋又走翻轉頭，再重新喺熒幕嗰度再美化佢。咁直至第2輪打印出嚟，因為我哋不斷去追求完美啦嚇，直至到符合我哋心目中嘅要求。